如果你問我2026年最多貴人關照嘅生肖，我會選擇呢一個屬羊嘅朋友，因為喺嚟緊2026年，好多粒吉星都係同啲貴人啦、大官貴人啦，甚至乎高級人士相關嘅。例如我哋有一個叫太歲相合，太歲相合即係有一啲高級嘅人士、有權力嘅人士、貴格嘅人士去幫你去招呼你。另外有一個叫太陽嘅吉星。太陽嘅吉星一般嚟講叫男貴人啦，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貴人星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，我公司老闆全部都係男性，甚至乎你做嘅產品客戶都係男性為主，咦？咁你明年機會嚟啦，大機會啦。咁所以屬羊嘅朋友，我可以話2026年係最多貴人關照嘅流年運程。所以2026年屬羊嘅朋友係一個比較多貴人關照嘅流年，尤其是有一粒吉星叫做板安。板安嘅意思係有機會你踏上一個更高嘅台階，咁但係要小心啲，因為當你接觸得咁多唔同嘅貴人嘅時候，小心一時鋒芒不露，得罪咗唔同嘅人，亦都同時間亦都唔好將自己心頭 set 得太高，因為喺明年有一個叫做天空同埋晦氣嘅空星，空星意思即係負能量啦。咁天空同晦氣有時會係覺得你自己 set 個目標 set 得太高而達唔到，而出現咗種種唔好嘅負面情緒。咁所以見步行步，唔好將目標 set 得太高，一步一腳印。咁明年屬羊嘅朋友應該會有唔錯嘅表現。聽完12生肖運程，其實係咪每一年好同壞都係靠你嘅出生年份咁簡單呢？當然啦，以我哋做玄學命理嘅話俾你知，其實12生肖運程絕對係有得參考嘅價值。每一年我哋都會去睇嘅。咁但係同時間，其實一個人嘅命理，同一個生肖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組合啊。正如我哋話沖太歲係咪個個都咁差呢？又或者犯太歲點解有啲人會好，有啲人會差呢？其實呢個都歸根於你嘅八字。因為我哋一般講命理，除咗講你嘅出生年份之外，亦都會有你嘅出生月份啦、出生日子啦，同埋出生時間。呢一個我哋就組成一個叫做八字命理，或者叫做生辰八字。裏面嘅資訊多好多咯。當然，一個屬馬嘅朋友，佢嘅八字同另一個都係屬馬嘅朋友，可以係參天拱地，因為一年裏邊，除咗因為你係屬馬而犯太歲，其實喺呢個八字裏邊仲有好多唔同嘅內容信息。有啲朋友可能係八字裏邊多咗好多令佢容易出問題嘅八字信息，所以喺2026年佢嘅犯太歲會覺得特別差。但係有啲朋友相對地佢只係屬馬啫，但係好多其他嘅信息係好嘅，咁所以喺2026年佢嘅犯太歲覺得特別好，甚至乎升職加薪，步步高升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真係要去了解多少少八字嘅時候，其實淨係睇一個生肖運程係唔夠嘅。最好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我哋喺八字裏邊唔淨止睇下流年運程啊，我直頭可以用你嘅八字去幫助你點樣佈你嘅風水佈局，點樣用你嘅八字喺唔同年份裏邊催旺財運，非常緊要。因為呢一樣嘢唔係淨係講你嘅生肖運程，我點樣催財，亦都唔係淨係每一年嘅流年飛星佈局，我點樣佈個財位，點樣佈個桃花位，唔係咁簡單，係根據你嘅個人生辰出生八字，有唔同嘅秘法喺入邊。當你發現到你嘅八字裏邊原來有一啲財富密碼，然之後我哋會教埋你點樣去催旺佢，點樣去啟動佢，咁你就唔使驚嗰年究竟係犯太歲定沖太歲，定係話好嘅流年唔好嘅流年，因為你只要用呢個方法，好同唔好，你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嘅財運效果。想知多啲嘅朋友，嚟緊我哋有一個分享。大家如果喺我哋嘅 comment box 甚至乎我哋資訊欄裏邊，我哋有唔同嘅連結，你到時可以登入連結裏邊嚟參加我哋一啲唔同嘅免費分享，話俾你知，教下你點樣用多啲你嘅八字去催財秘法。到時見。